好来，乡亲啊，南投的热外潭最近这几年来，正流行这种徛咧过船啊，这种非动力的水上的活动，啊，都惊会甲这个游湖船的航道来抢绑，所以拢有限制着活动的水域。但是业者是一直来违规，冲入去航道，到湖面的中去看烟火，这若拄啊好有游湖船来经过，代志就大条咯。 热外潭一大扫码头伫放烟火，暗时看起来有够水。然过烟火爆炸瞬间，会使看到热外潭的中央有将近30个游客对业者徛咧白独木船伫湖面伫看烟火，还有一只鸭船。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航线的安全。最近大概3公尺左右，有点危险。应该要照规定，就是还是安全第一。 县政府规定讲，入境活动的限制水域包括水社到外家湾的外潭、伊大潮附近的攀石、地后雾、新的水域，其他水域拢是游艇航道，也是台电水利法定的进出水口。热外潭中央的水面是不准入境的游客挖近，就惊讲有游湖船经过时，加上暗时光线也较暗，会去弄到。10月开始，热潭管理处已经会同相关单位在加强违规的水上游憩活动的一个稽查。 入境的业者违规离开、限制活动的水域，这已经唔是头一摆。顶个月，佫有带游客爬去到这水价烧太所在去翕相，业者无顾游客安全，已经违反发展观光条例，上重会使罚15万。